看迄厝拢足旧的，嘿，足侪拢以早时代留落来的字啊。嘿，所以讲，甲即马电脑内底看到的字无啥共哦。庆元有房，嘿，伊的字吼嘛足特殊的，你看安尼散散，不过伊的边仔是圆圆的，毋是定定的，就亲像阮台湾人的个性共款，真温顺啊，真古锥。你看迄字，那就安尼揪起来较散咯。嘿，啊，这邮局看起来嘛足特殊的。这邮局吼嘛是足台湾人个性的啦。嘿，这款楷书吼，就是写甲足温柔啊，豆豆啊写安尼，这是古早时代留落来的字啊。以早足侪人都放在扛棒顶头的，我嘛足介意的。看扛棒真正足趣味的呢。你看这个，看起来是毋是特别的？这是较早的病医吼，嘿，伊是用迄历史的基骨，啊，毋过吧就生甲无共，笔画是家己画的，就软软 QQ 安尼，啊，佮扁扁的形，看了足安心的呢。这毋是咱即马即个间店拢叫这个名？对啊，就是阮即马坐一家，这栋以早就是屈臣氏药房哦。哦，这以前是药房啊，毋过这字看起来无，甲咱即马的无啥共款呢。对啊，甲香港的屈臣氏嘛无啥共哦。香港定定咧用的楷书啊，是较定的，较有气力、较水气迄款。不过阮台湾人用的字吼，拢是安尼较软，啊较豆豆啊写，较温柔的，这就是台湾的 style 啦。甲咱台湾的个性较共款。对啊。嘿，真正的咧。